后来民仔载要开始过过年咯，总统蔡英文伫过年期间并无行村的行程，也毋过早起有来召开着国安会议，嘛伫挖道公开来谈话。明天开始就是农历春节连假，也是国家安全，但是呢，我们国家安全是不能休息的，因此我们特别在过年前夕召开国安高层会议，针对各项正在发展中的国际及区域的情势，包括台美关系、区域安全以及全球疫情的后续发展，我们做了交换意见及讨论。那国安团队春节会持续的守护国家，请国人同胞放心充电，储存明年继续打拼的能量。只要北京当局有心化解对立，我们也愿意在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下，共同促成有意义的对话。但我也要提醒，两岸的和平不是台湾单方面的事情，关键的钥匙也在中国的手上。历史经验已经证明，对台湾文攻武吓，对两岸关系并不会有什么帮助。在欢庆华人世界共同的传统佳节的时候，我们要在此祝福对岸人民新春安康，也希望能共同促成两岸的和平稳定。蔡总统讲，国安团队会持续来守护着国家。有关台湾甲美国的关系，未因为美国的政党轮替有所改变。总统嘛再一次来呼吁着北京政府，讲愿意来促成着两岸的和平，也毋过关键的锁匙是伫中国的手中。